喺宋皇台地鐵站嘅 D 出口出去啟德體育園。而家跑去前面個青年運動場館旁邊嘅天橋上去，前面就係啟德青年運動場館啦。而家跑上去天橋。啟德主場館，喺 CD 閘口最出呢個天橋落去啊！美食海灣最初就係土瓜灣避風塘啊！之前成豐道公園開通咗，上個月度嗰個啟德海濱花園啊開通埋，所以今次嚟一個啟德五園連通跑步路線走一轉。而家呢個就係啟德運動園，跟住過去啟德海濱公園，再過去啟德郵輪碼頭公園，然後過返去啟德空中花園，最後就去到啟德成豐道公園。喺美食海灣擺放咗呢座壯志凌雲雕像。而家跑過去啟德海濱公園，個公園係上個月先開通嘅。呢度咧係可以踩單車嘅，又可以跑步。左手邊係去成豐道公園啦，我而家去咗啟德海濱公園，又再去啟德郵輪碼頭公園，然後先返過嚟。而家喺呢個位置過去啟德海濱花園，呢度前面就係啦。而家開通咗，有多個玩樂設施。由宋皇台地鐵站跑到嚟啟德海濱花園嘅尾段，總共路程就係2.5公里到。而家跑去前面嗰個啟德郵輪碼頭天台花園，嚟到呢個位就靠左過去啊！上面呢個走廊咧就係啟德空中花園，而家過去啟德郵輪碼頭先。另外呢度前面有個啟德跑道公園嘅，但係冇咩睇嘅，唔過去啦。過去前面嗰個入口，旁邊有升降機上去嘅。前面就係啟德郵輪碼頭個天台花園啦。而家上去啟德郵輪碼頭天台花園，去到尾咧就跟住落返嚟咧，就過去對面呢個啟德空中花園啦。
由中皇台地鐵站跑去青年運動場館，過去啟德海濱花園啊，再嚟到呢個第3個花園就係啟德郵輪碼頭花園啦。總共嚟到呢度咧就3.8公里度。對面就係觀塘海濱花園啦。喺郵輪碼頭花園過去啟德空中花園，然後再過去成豐道公園啦。搭返啲落去。呢個 lift 嗰度搭去關科啊，地下落到嚟地下，跟住過去啟德空中花園，前邊呢個天橋嗰度就係啦。好，上去之前可以飲返啖水啊！10零20級樓梯，頭先就喺下邊上呢條樓梯過去啟德郵輪碼頭天台花園啦。前面遠處就係啟德主場館。啟德空中花園嘅尾段，而家過去成豐道公園，喺呢個分叉位靠右過去成豐道公園啦。呢個幫嘅跑落去，成豐道公園咧有多部水機啊！唔怕冇水，而家跑上去成豐道公園圓形觀景台，一係咧就過馬路過去對面，過返去啟德主場館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喺呢度跑返轉頭，先過去啟德海濱公園，落返嚟，跟住喺度跑返過去啟德海濱公園啦，因為唔想過馬路。穿過條天橋下邊過嚟嘅就唔使過馬路啦，繼續跑過去。右手邊係地盤啦，而家靠左手邊過去。啟德海濱花園啦，靠右過去，嚟到尾就轉右過返去美食海灣。跑返嚟呢度嘅壯志凌雲雕像啦，
香港勁抽。喺個美食海灣區嘅電梯啊，上返去啟德青年運動場館，完成呢個啟德5元連通跑步路線。跑到嚟呢個位置，總共9.1K 啊！呢個就係啟德青年運動場館，左手邊係宋皇臺站，右手邊就係啟德站啊，前面就係啦，一直跑過去。我跑到嚟呢個位置，個鐘嗰度啊，10公里啊！好，由呢個啟德站搭車走人。